我最喜欢做的就是三杯鸡。哦，不是马杀鸡哦，不是马杀鸡，交给爸爸，对吗？刚你做的天数吗？切虫哎，切虫啊有没有？我就是派他来虏获阿公阿婆的心哎。哎，妈妈，有榴莲呢。好，榴莲。直接饭。我们有预算，快点。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不是，我不，我们自己做菜啊。我不，我们直接它一斤才139哎。太美吗？对，做的喽。而且好大块哦，看起来沙拉。我们等下可以问好问题耶。做的沙拉为什么马铃薯？沙拉球诶，马铃薯。哦，那你上面有丁吗？美乃滋啊。好。这是你的爱，对不对？真的，他没有用眼。有现场试吃的。没有。你喜欢帮忙吗？喜欢。真的？那你以后会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喜欢的女生吃，还是会给我们跟姑姑吃？选择一下。你可以我们两个就好了啦。好。好烫！废话。哦，偷吃也不知道温度。但是好好吃哦。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 TP 節目。哎，又辣條啦！啊，對，我係裝白槍。係啊，娘嘅啦，做嘛無千萬按條按失控呢？係因為你其他亞音樂已經等咧5年呢。真緊哦 ，TP 節目的哈，真的有夠特別。因為個 TP 節目呢，特別你就講到，做在你利用不堪，你 Q 下來撩啊，係啊，不共 PK 啦。真的是要見一下雙方家人的啦。哦，不是這個。沒有用電腦。誤會了。虎兄的告究一下廚藝的部分，今天超級興奮，啥都小改家伙嘞。先來分享到我風吹，我嘅不堪人潛水站，我出嚟我爸爸我受歡迎。大家好。大家好。莎呢，看一下浪吹的鸦片哈，声要先清一下。张家的代表钟庭强、钟同斌、钟树秋。哇，张妈妈，你到底准做系选美比赛啊？对啊，张妈妈，制作单位等23年等台啊，等佢等了5年了呢。我到乜嘅名？陳祥英，今日今日來做乜嘅？煮飯。煮飯啊？哦，今日有準備冇？我平常會煮飯冇？會聽蘇媽媽煮飯嗎？會啊，哎呦，它是有用的。而且唐公佢根本要帶來買才藝表演的嘛。真嘅啊，哎，牛臉嘛，等下邊煮菜邊 Q 他啦。我只能不給表演他嘞，因為我弟是有才藝表演。真的嗎？嚇到！張媽送拜來的時間啦，收視率都在靠他的呢。那個大豬小豬落玉盤，謝謝。還記得啊？對呀。根本嘅吼，大家來到鴉片吼，其實啊，咩為到真正的比賽，我們互相切磋交流一下，好不好？可是 Andy 都不卡，已經那個了嘞。我媽也是。好，但是呢，你今日有沒有單槍 PK 聽呢？其實呢，今日有一個貼片任務都要到位嘅。哦。13年呢，叫來到現場，佢係 Andy 嘅忠實粉絲。真的。沒有姥姥根本日。嘅下嘅關卡任務來到睇下講，馬上嚟就來分享到你今日嘅貼片來賓范振東大哥。范振東大哥，來，好嘅，你好，你好，總算看到你了啊！嗰邊天上上到看到你了，你仲來看。真緊嚟嘅，講實在，天時紅，然後本音哦，乃啥好好看？個本音比起喊到煙刀，喊到漂亮。哦，真嘅我講過。好啦，家中唔養就好嘅啊，都講得。唐公有一個貼片任務哦，乜嘅任務啊？3兄弟啊，係喺客家天時咯，一家在粉絲眾多，你哋哪年做喺倫敦係3兄弟啊？所以今日特別拜託我啦，繞牆到你啦，倫敦係3兄弟啊，來背記到來喜事嚟看啊！你總要該副題目啦。有，我們的榮幸。哎呀，喺因為啊吼，記到斯坦人嘅平常時可能我現在看模仿片，故所以你今日嘅任務呢就會來煮飯，唱嘅沙嘅斯坦人來說，啱講係個問題，真同睇個。平常時就有安樣做嘅嗎？有啊，嗰條愛心媽媽嗰條
煮本开的3周来涨价，就是唔再涨价来蝕啦哈。一早禮拜7日，人家就煮5年。係啊65歲以上啊。係啊，那俺爸爸做的不記。現場報名是，你爸爸沒走對啦。對。啊，我懂難冇，因為我們煮的全部家常菜，雖然我們是美食節目主持人。係啊，因為你講共餐主要係煮本，個對象係時台囡仔。錯啦，要煮到牙齒冇埋好啦。啊，煮慢一點。係啊，就容易消化然後啊，還有叫煮到叫營養嘅，營養誒，還有有禁忌，就要破壞啦，禁忌。係啊，要調火調太熱冇啊，調熱啦，調熱啦。燥熱。燥熱。燥熱。所以灌起。還是你乾脆直接跟我們點菜好。你都安排煮啊，對你非常有信心，你就做一天大家非常嚟欣賞啊。剛剛用嘅法號，你全部做一個1、2、3期種樸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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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嘅就暗號嘅機會哈，你看，係聲音劇組單位本 Andy 天，那錄節目啊，製造我們全家回憶。哎呀，講到錢，你這個眼睛直接打開了。跟鳳雄先讓大家討論一下。要煮乜嘅？剛剛范大哥有交代，給洗頭ingin拿他的牙口。做唔得用硬，做唔得用破誒，我想嚟想去，我炒麵。炒麵哦，對啊，庭謙呢？我炒菜。你炒菜？庭謙是我們家的吃貨王。哦，炒菜哈。不能炒菜，因為肉你最拿手。是肉控。OK， 我最喜歡做的就是3杯雞。哦，不是馬殺雞哦。不是，馬殺雞交給爸爸，對嗎？等下摸滾同豆，我們直接出發採買。然後我也都講哦，亞件啊摸撈到幾黑一般的超市。才聽你那個很推薦之外，裡面應有盡有，也各種早料呀、企業全部都有之外，這個超市裡面還有手扶梯耶，太厲害了吧！很像百貨公司一樣。對。可是呢，因為平常時，你煮的都是家常菜嘛，你剛剛有想到有乜嘅推薦嗎？我覺得豆腐不錯啊，它軟對不對？軟軟的豆腐可以。爸爸，剛才知道了。上我來做嘅鹹菜乾嘅肉嘢，攞鹽啊清乾。你好吃哈？剛你做的天數嗎？切蟲哎，切蟲哎有沒有？我們今天呢？整班。哦，甜班。我就是派他來滷貨阿公阿婆的餸哎，會洗奶嗎？會。好，來吃飯了，來。要麼該啊，客家菜包，我的愛。哎，那有你的超市有賣菜包哎，好特別哦，超帥的。不過亞給呢，阿公阿婆應該是更多的，對，平常都是很多。哎呦，要吃呀，手痛哎。鹹菜乾。鹹菜乾。當然嘅鹹菜乾。爸爸一般鹹菜乾都市場賣，比較昂嘅地度幾比較用東貼片咧。當用鹽嘅鹹菜乾。他那邊有生鮮的。因為，等一下，爸爸，你先看五花肉。五花肉啊，這個可以，這個可以。先挑一個五花肉。哎，我覺得它已經有削好的比較好了。走對啊，你自己看五花控肉，那是控肉，它是。但是因為它鋪帶，我還是覺得那個直接自己切細一點。肉末感覺大家用得到。絞肉等一下那邊。哎，那雞肉我們等下再看，看要不要3杯雞。我們要挑特便宜的還是特貴的？好用的，需要的，這是非常好的，有肥。來，第一個。啊，第一個可以哈。給你炒麵的哈。摸一條牛。麵。你看，爸爸。鹹肉。我幾多碟？買2盒好了。然後才4個呢，8個，好，這個鹹鴨肉。那我就可以煮那個什麼金沙豆好的雞蛋豆腐，還是就買一般豆腐？唔多買。媽媽想要選擇。現在看。雞蛋豆腐，應該看得出我們家都很有主見吧？都在打畢業，我是插不上話的。韭菜、蔥、麵、香菇。身為這個全家最高的，用菇。唔係呢包。哎，你發現到，哎，你阿只竹東菜鐵超市哈，客家的版呢非常的多哎，你的地位就版煙，啊，剛好還有看到嘛個那個菜包。你看，完全沒有在聽，你看，完全活在自己世界。我們現在在找材料，我們腦袋在想。簽東西了。對呀。因為小感覺臭死。今天又不煮半夜。做節目，你在真的炒菜。這裡，我想要
煮那个，我想要煮鸡汤哎，这有蛤蜊，我看到了。汉美吗？对，做对喽。而且好大颗哦，看起来好香。我们等下可以问到好问题耶！天哪！有羊羔的啦，啊，我应该是2包。对，因为加鸡会比较香甜。我看听。你看呛菜就买好哦，哎，先韭菜，太韭菜，而且还有起天塔吧，大韭菜，太韭菜，炒那个面的西椒也比较炒面哈，这样1把不够哦。 200，又拉啦，韭菜比面多啊。 2把做对了啦哈。 200块，你要上海还有嘛个？哎，妈妈，有榴莲呢。榴莲，直接饭去。我们有预算，快点。等一下，我不，我们自己做菜啊。我们直接。它1斤才139哎。但是榴莲也可以做沙拉。水果沙拉。有些人怕吃榴莲味。等一下，现在赶快买沙拉料。左转。好。啊，这里有应该有卖鸡蛋豆腐。哪里做好的？这里哦，这个好啊。然后讲，来第一白天啊，爸爸一起来超市。那压个给用啊做嘛干？哦，我想说煮个鸡汤帮他们增加营养。可是要冷冻的呢。他不知道有没有解冻的？这片有起起的系嘛？哦，有。这片有起起的。傅宇聪豆。不可能，不可能，有你。什么事情不可能？因为哎呦，血个眼死咯，如果在度绝冻可能你的哦。哪位是多一多？刚刚唔係張可以寵嗎？啊，有是不是？有哈。我想用先讨论一下，因为主不龙应该给六选哦，他们平常吃的菜色，对，可能会比较。我们有个汤，有挑夫哎。有海鮮嗎？有海鲜了吗？冇。那我们可以负责海鲜。然後，那你们有没有主食呢？你们有没有主食？有，我们有那个鹹菜團夠牛。我的意思是说哈，要吃饱的啦。哦，没有。主食啦。不然米食。那这样子哈，给他爸爸炒个面，哎，他来炒个面，真的吗？你嘴小做就炒面。对，那腹肌绑的啦。对。你们有肉了吗？有。你们是鸡猪都有了。请问鸡猪？鸡汤。然后告牛。哦，他有鸡汤喽，他有鸡汤喽。你看告牛还做嘛干？鹹菜館肉。好，那我们就分工喽。好，那边是冷冻的。有没有？那这边生鲜的。生。可以先去逛一下。用它去啦。你可以去那边。拜拜。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浪冻哎，龙应该记得哦，冻小雪的那种海山，我们要本记得是碰牌。哦，你看。1、2、5生干贝，2、4、6、8、9，买2盒啊！买2盒，好，18个人吃，你不能吃哦。好，这个很适合做炒面。对，炒面，对。这边2055。哎，2055哎，不是2000，2055。土匪。沙拉为什么马铃薯？沙拉就会马铃薯。哦，那你上面有淋嘛个？美乃滋啊！你看，1、2、5生干贝，2、4、6、8、9，买2盒啊！买2盒，好，18个人吃，你不能吃哦。好，这个很适合做炒面。对，炒面，鱿鱼，对。那炒虾仁，对。我觉得可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做3鲜的时候。我觉得3杯的，我们3杯海鲜。你唔可以盖牛嘞，他们有那个鸡汤的鸡肉了。来感觉它的干盖一种。对，3鲜啊。哦，干贝。好，就这3鲜。干贝哈，切堆哈要2包。因为我妈平常自己也很少买，她干脆利用节目组的预算来满足个人的食欲。目前我收放差不多300 K 的哦。300，我们讲600天了。好，600种，就这就一道菜了。那我要不要配青椒、红椒？我觉得就是3杯，然后加个9层塔，卖最简单的。好，青椒、红椒、黄椒，每种都。哇，那会变一台包个。不是一个。大家就发现到，俺们动电器就挺为青椒啦。我超讨厌吃青椒。哎呦，那糯米椒呢？可以。哇，鸡肉这里有哎，买个2盒好了。哦，这可以，好，这买2盒。你要一个袋子，你帮我们装蛤蜊好不好？看到肉年糕好吃呢，然后到鹹菜館。这边有夹好的，啊，是小吃店做卤肉饭的。那你再给我搅一遍。会太肥吗？啊，应该不会，我还有那梅干菜啊。哦，一定要有一点肥梅干菜。
要一点肥了。捞鱼捞到好多蛤蜊哦！哎呦，没有想到超市没有按用个高肉摊、猪肉摊。可以的，可以的，再够吗？我们在这2摊会埋汰我们所有的肉类。好了。哇，这里真的是好方便，什么都有哎。对啊，bombomb天。再来嘛。那我来捞啦。那个冰块。那我们这样就刚好右一头是主线米线，然后第2道是扇贝，然后最尾一头是沙拉，刚好前中后都有嘞，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扇贝有嘞，就插个9层塔，还有蛋，因为要做沙拉，还马铃薯。对对对。那其他都便宜啦。沙拉为什么马铃薯？沙拉就是马铃薯。哦，那你上面有淋嘛？美乃滋啊，或者是也有那种很漂亮巧克力的那种。不，千万不要巧克力这3个字，因为很多老人家听见就会说把它当做玩具丢掉，因为他很讨厌吃巧克力。好了，我哋2轮卖酱水。先去买你的葱、葱和韭菜。好，继续改编的。好。好嘞，好嘞，来。好，按钮有拉吗？拉。而且它这边那汉的那些起哎，还活的，还在吐沙中的，很新鲜哎，而且很大颗。你看这边超市还有猪肉摊，什么都有哎，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哎。做董章有哎，而且很干净哎，超干净。对啊。像你这种贵妇啊，我没有贵妇，就这样坐在垂廊梯都要买东西耶。哦，对，我都喜欢来超市，我觉得这里超方便的，什么都有，还不用流汗。对啊。谢谢想想帮忙，好棒哦！好，来我们拿吧。走，我终于帮忙找到一个东西。对你好棒哦，走吧。沙拉耳料生内挂会出水，一定要。等一下，我今天我要买这个比较多的。那比较少，这个49，这69，你看，比较你妈胜出，她赢了。来看几公克？不是重点，一定我赢。我这404公克，764，好赢了。买个这个哈，我找到洋葱了。那个太葱条不用弄奶哎，鸡汤里面，给汤底就会不用太葱。对，它里面就会比较香甜，比较甜，要放洋葱。而且这样营养比较加分啊。太营养。对。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谢谢想想这个。好，刚好哦，豆腐。好，那我们去找找看豆腐。豆腐啊，在这里，宝贝。等一下，豆腐要做嘛？该？我要煮那个什么鸡蛋豆腐啊。给弄豆腐，刚刚金沙豆腐。金沙鸡蛋豆腐。对。没有，它的下面那一个。这个是拍你谁子都好哎。这个给了豆腐。我想说直接煎好了。直接煎也可以，你要切，要炸比较快，因为太多盒了。好啊。哦，看安都拼另讲哈，另讲要做沙拉。一般来讲哈 ，Animal Cut 先系他谁加的，但我们今天是有预算的人。我觉得就挑中间的，因为这个是直接吃的。因为我们是要做料理的，挑3个100块的来。那为什么要3个？因为它3个100，一个40啊。我们这样苹果会比马铃薯多。不是，另外的袋子没有。檢查看要乜啊冇買到啊？酸條幾頭，對，酸條幾頭。然後我要加洋葱，然後你看這裡還有蒜頭在這裡。好，那就是爸爸你要給鹹菜講夠牛。然後因為我有放一點那個什麼菜乾進去，湯會比較好喝。夠牛牛拿來。夠牛多呢？幾道邊？鹹卵。對，我們還有鹹蛋。然後等一下我們還有一道是鹹菜。對。鹹菜裡面我們要有那個小熊菇，虎菇快重死了，全部都到虎菇這裡來了。虎菇在吃。好了，先看過來。我來搬。好，交給你。你搬不動啊！哇，好，孩子誰啊？太厲害了，交給你的大力士。回家。Go， 我們可以去結賬了。我中文啊！真的，我們家出運了。要不要？不要快嘛。等一下。今天会结账了，不可能！你把人加了，停钱，挑夫。来，今天一路领先呢。水果去切好嘞，西瓜会吗？哎，对，凤梨啦，去切好嘞。那就直接拿切好的凤梨，还是拿那个这种哈密瓜？穷水嘞，他们太慢。木瓜可以吗？10颗够不够？配这些东西好吃吗？好吃，不会骗你。可以啦。这个我觉得芒果不适合。跟这2个走，芒果太软。不适合哈。
够吗？听这样子两样。凤梨可以，凤梨要不要？不要，那太酸了，我们就走甜那西瓜的。要不要？不要我。们要苹果， 20来个人了。没关系20来个人刚刚好。可以。我跟你讲哈，我们一定要相信。不要再讲了，赶快来。快，期待你有了。这边2055。哎，2055哎，可以啊，这个结下去。好，才255哦。不是2055，土匪，这里还有袋子。我想做那么便宜，我给他加100以上。那爸爸懂，很急着要做一个煮来吃。我拿，走了，可以。好了，走了，走了，这你煮的是了。来煮来，真的。啊，我肚子好饿哦。哇，还有手扶梯耶！你可能在超市有手扶梯，超市就不完全像个远东百货一样。好，等一下，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挑面。啊，走，机会李亚总，你注意好些嘞。对，就是这一支。机会李亚总，对，就是喜欢这样子的。有吧？元宝有好像多了一点哈。不会，可以一锅接一锅。对，可以煮2次。好，来，这样子我感觉你韭菜真的太少。还好。好，我们重点是先去看一下你下预算敢不辣。好嘞，那我们对，这是重点。先去算一下。好 ，OK。你要偏紧紧哦，逛不完呢。哦，那我们各式各样南北货，是容易爆破公司哦。所以莎莎都先来结账，下次再来逛，好不好？好。我们下次当从台北来到竹东来哦。好。哎，冇可能呢！你要差不多几多钱2600，还有2600就找。哇！张妈妈就是张妈妈，甘拜下风。找也是真便宜了。对，这个竹东菜题咯，向亲朋友推荐的 GT Mom 炒，真的太棒。我们刚差点办会员，下次还要再来嘞。好，加。对，走出来，来。然后呢，你逢吹嘅食材全部都買到進來哈，13年夫妻一紅菜，老太爺小記係爸爸nhà嘅菜名係嘛？係鹹菜乾炒肉。鹹菜乾炒肉，清茶飯嘅，小寶nhà嘅係乜嘅？結論豆腐。健美有夫節哦，結論豆腐清軟口嘅哈。嫂嫂，佢雖然係好多年學嘅客家話，nhà嘅菜名係乜嘅？蒜頭雞頭。講得很好，蒜頭雞頭。好，然後呢，因為趕時間，你頭尾落山呢，睇下加油好冇？因為今日全部都攞杯定呢，都幾嘅，家來做。好，來。哦，其實家下韓國嘅炒喜劇係吼，有一隻細細嘅樸素，我們幫自己加菜。我們今天就剛好在竹東在地有一位菜體嘅將菜咬煙，我拜訪一下。好啊。來。有煙豆腐卡嗎？扣。有嘞。哇，你還會安靜啊，阿姐？該不會就是將菜咬煙？哎呦！一隻羅財富啦，差唔多要50年。啊，很厲害了哦！哎呀，做。哎，50年哎，真的是老菜脯哎。你一隻暗瓜啊，你就去燙我啊。又有暗瓜。暗瓜你係很愛這個醬的哦。我媽媽已經準備要偷那一罐了。對啦，又聞看。你們都是要帶一點回去可以啊。一陣哦，梅乾扣肉啦哈。自家做的。很愛這個做，你都講是。9年的哦。很像你。哎，皮哈。很像哦。愛煮梅乾扣肉哦。就是這個味，就是這個味。你要9年的呀。你要做成9年，你要有2年。哦。哇，這個厲害！我小概都按到唐公爺殺手鐧最厲害，蠻講出來。最強係啊，剛剛是做媽。哇，好久成瓮底呀！哇，好久請暗底哦。因為這我看到俺台港那個做媽吼，該不會你妹就做媽妞？嘟嘟這邊有哦。哇，有口福了，走得去看一下。好啊，那嚴重好的。爸爸，來呀，油先不加落去耶，蒜頭先不要用嘛。我們有先跟
全队第1名的阿雪林师傅，刚才有打电话求救一下。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按用的发面，规部看你可以问他煮完的。请问蒜头给头，蒜头是不是要多，这样会有米头？对，它比较有味道，而且要熬久一点，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下去。蒜头这样有绵绵，对不对？对，才不会太辣。如果它煮的不够久的话，它就有一种辛辣感，那老人家吃起来会不舒服。好，要先比 keep 厉害哈。用那蒜头容易变小哈。好，这要不要先不要讲手上讲秘密武器？对，就是刚刚师傅有说把秘密武器先可以哈。我们汤里面呢，如果加一点点。这样同时进行呢？菜爆的话，它就会更香甜，所以我们加进去。好，用一些吹布东西。那这个就不叫秘密武器啦，因为讲出来的是不是？不是，师傅都知道了，为什么叫秘密？有道理哈。然后讲，虽然讲会客家吹，可是个个都有自己。我妈妈要拿猪油，等一下，这个应援很重要。我妈妈从不易先泡的猪油。妈妈昨天炸的猪油啊！哦，对，这样比较香。忘记了，太厉害了！我妈妈从不易用哎。加cái cầu dù mới nhiều á. 爸爸冇按到，爸爸冇按到。好 ，OK。豬油較香啊！來借我。功夫師傅下先裝好，讓佢變香。好。那香菇沒有油變到，聽見沒有？一包就好誒。加生嘢了，我有闻到那个香气了。有批豆跟有吹。香哦，真的我也有。爸爸，不要炒糖，放中间。你下张妈妈来挑战全世界最夹的做妈肉，这种薄度走对吗？走对。好，要再薄一点吗？再薄就薄圈了。你记得再薄，走对子。真的点都点薄呢。有就让这样哦。我给观众看一下。泡到就头讲呢，一会切的。我其实是第一次炸东西，其他都是气炸锅帮他炸的。这是你的爱，对不对？真的，他没有用眼。有现场试吃的？没有。真的点都点泡呢。有就让这样哦。我给观众看一下。泡到就头讲呢，一会切咯。这边就係用你做過嘅做媽，等下攞去擼一下，按摩一下。对。既然你下張媽媽切好了之後呢，我們現在攻守交換。真的好香他說你要攪拌一下，要先攪拌，輕輕的，因為佢底下沉澱了，對，輕輕的，攪啊，底下都有嘢啦。這樣子。對，攪拌了，攪，你先弄個4飄好了，我看。這樣走的，再一點嗎？加重新吧。就抓，好来，不用抓，直接抓吗？抓按摩就按摩啊，就按摩啊。对，来做共产本老人家先开始会抓，你看做好久了，你要所以给他休息一下，肉好不硬啊。好，你提议头没做的差不多了哈。最重要的问题，你卖要按你几多钱？50买啦，那今年要打爆粉20份。啊！哎呦，有机会可以那个给那个加菜了。赌好都在带转去。好，那么13做出来，冇时间的啦。OK。那因为鸡肉里面有鸡骨头，所以我们在一起在熬汤的过程中，它的那个精华都会一起出来。鸡皮啊，比较油脂的地方可以先煎过，那它的汤会更香甜。目前的分工，妈妈你负责什么？我帮爸爸准备炒面的料。好，那张庭谦呢？沙拉。好，我就负责个散布的部分。啊，用妈妈切啦，因为我有白白散布。好，用妈懂来喏。用妈。没有人回答。袋子里面有2个。哦，好。哦，张庭谦切工不错哦。莫切细哦，切的跟这个大小一样，你切太细了。对。好，好香哦！哦，真的好香哎！我有闻到。香娘，吃大口一点才知道真正的味道。很烫哦，因为我想知道咸味。做得吗？我先让你吃看看好不好？好。做得吗？好好吃哦，好好吃啊！哦。蛋的部分你等下乱崩，然后乱拍，会分开。
蛋白切到丁状，像咱唔该下葱挑，你睇到吼？对。葱跟洋葱的开始香浓，然后这个卵蜂哦，冰到马铃薯地位，老几样调调。马铃薯啦，哦，算是我们张家吼体积白用洗沙因斗那个厨房，对，就这样分开，蛋黄蛋白分开。那取头用姜妈片就好嘞，莫切细嘞，好不好？对，用片。用啊。刚才给炸都金猛哎，对，它已经看这边都受热很均匀，看颜色很漂亮。它其实不用炸太久，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就对老人家身体不好。不会啊，等一下我们捞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下面会放那个吸油面纸，然后就把多余的油分弄掉。这个不是温粉的，就做的普都懂讲吼。沾粉的话，它表面就会更酥脆，但是因为我觉得沾粉会吸油。对，沾粉第一当然就是吸油。你真的很有学问呢。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老人家就不喜欢吃这么多哎呦哎。对，我也觉得难得。我竟然会炸东西，我其实是第一次炸东西哎。其他都是气炸锅帮他炸的。哎，对，共同民主，你得先走一下，我来去探一下敌情，好不好？告诉你的哦，这个没问题的。来先来告诉一下，你这个乱拍哦，等下切到墙，等下开一样的大块，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就好了，这个水果这个1/2就够了吧？再小一点。好，告诉你的哦。啊，小佳，我问你哦，你喜欢帮忙吗？喜欢。真的？那你以后会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喜欢的女生吃，还是会给我们跟姑姑吃？选择一下，你们2个就好了啦。哦，还好。还有我哎。小时候吃豆想想黑一个算好教的小孩吗？哦，这是我等于觉得是1敌10的感觉，生一个可以等于生10个的感觉。但是妈妈很爱吃我屁股。哔。啊，我是说真的啊，那是以前，现在还不是一样。哔。想想是主厨，对，想想是主厨，太帅了吧！请进，怎么煮个菜你的胡子都长出来了？等到花儿都谢了，等到胡子都长出来了。因为你们进度太快了啦！你看你家的都在做吗？失去你的3个小时，我终于觉得这节目不能没有你，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样就是没有人来当对照啊。原来是对照组的问题，但是用跟我接班人上好嘞。啊，你还可以倒闭的做吗？干？喊走的咯，因为快学炒面了呀，用料啊。哦，后来就快了，一开始比较。对，我们都走这种路线的啊，的这种路线。哦。你们哦，还蛮意思。公道吼，你这今年带来的碰牌，我最期待这个。直接吗？可以啊。这是你的爱，对不对？真的，他没有用眼。有现场试吃的？没有。哎，你就蛋肠盖鼻子安向了，等下还有加喊的哦。对。怎么可能？第一包给头是我嫂嫂的专业。这个菜脯还要不用落去啊？加盐冰哎，要比今天的竹笋米头。哎，你们真的是很客家哎。对啊，而且我们是真的拿了比赛的新人呀。你讲，哎，咱处理鸦片哦，美就比美武器。你最爱的，你的绰号？猪油。Hello， 我妈妈从不会就不要来啊。你妈有生猪油？是客家妹猪油。哎呦，是他讲的。我们陈明猪油啊。他好像不大适合来上节目。他今天全部都讲很诚实。所以你这个进度差不多都3分之2。差不多好哎。好，那等我一下好不好？我们这边加速。好，加油！不要再加油！加油！那是不好吃。这是火腿，哎妈。没，豆腐。金沙豆腐。先不你转来公油了哦。好，应该转来了。哦，现在进度可以。现在进度是这样子，我觉得水果有点太多。我觉得你的香瓜有点太大。太大吗？有没有口感呢？刚才还另过哈，妈妈切的东西对，但是你现在切的很符合你的个性啊，真的太大了。你看一下下面的洋葱跟那个苹果的大小。好，人家不要弄。口感。对，所以小块一点。要口感要小块一点。因为你真的那个至少要在1/4耶。真的，这样子，你相信我。没有，还是太大了，你还要对半。
还要对半，你不能用自己的喜好来做菜呢。真假的啦？我刚给妈妈确认过了，确认过眼神哦。要听你的还是听她的？妈妈听你的还是听哥哥的？木瓜你稍微大了一点。木瓜一咬就碎掉，但是搅一搅会它会变成绵的，你知道吗？它都已经熟成这样了，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最后再放啊，你懂吗？你要切小块，可是最后再放。有，最后放了。这个确定没问题啊？确定没问题。听你的啊。对。好。等一下，伯谦，你说这要菱形，对不对？对。等一下，里面白色的那个囊要先挂贴。你该不会闻香下马吧？哇，张大你好厉害！而且还用亲民助油来煸。他那个锅子好强哦。那之前很多一小时会蛮小啊，你感动啊？好厉害！这下一步是什么？等一下，爸爸要倒闭耶，更猛悍的，你怎么做这么简单的动作？它一直在出水，我都快气死了。你们这边感觉好好吃哦。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边是张妈妈领军的。而且是有干贝吗？被你发现。那根本就是符合雅的推测的。因为今天是有预算，我们用制作单位的那个。是你的薪水了哈。对，我有加码。好，差不多了，我们那边也差不多可以上。我们加速。加油加油！你这样子不用 lucky 哦，那个木瓜那些要最后放。没关系，你只要专心炒你的菜，好不好？嫂嫂那边等后色的好多海产，还有干贝，没有超过3000块。哇，我来帮忙好不好？好，那你要炒金沙吗？对，我现在来炒金沙好了。这一锅其实我也是没有做过的。你这个小心搅，因为木瓜不然会真的被搅烂掉。可以再加一点沙拉，不然太硬了。好，等一下哈。1比1。麻椒係熱，胡椒味係熱，炝鍋邊，米酒味係熱。我们要倒这个咸蛋呢，一开始呢就是小火，要必起泡。对，起泡。可是它等一下就会变得更美味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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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煮到你头都落山的呀！最有战斗力的其实是强强，因为强强伫在学了比赛，跟他扭动听嘛，超开心。因为我终于就把这来了，最后一个部分准备来了。他很适合做美食节目哈，真的。好辣！废话。哦。偷吃也不知道温度，但是好好吃哦。因为强强伫在学了比赛，跟他扭动听嘛，超开心。因为我终于就把对他每天都在家里说，哇，我要上电视了，我要上电视了。那个干贝，最重要的这个可以放一点点胡椒粉。OK。听看，等下告不你咯，你看就稳天就稳来。下完9层塔再放胡椒粉可不可以？调味先做，9层塔最后。哇！其实哦，凉蛋像炒面哦，讲咧板家没做好，中好做。好辣！废话。哦。偷吃也不知道温度，但是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就是加上葱跟辣椒。老人家会喜欢吃辣吗？就没有，它只是一点点，然后上色漂亮而已。对，看这样就有黄色，又有绿色，又有白色，很漂亮。好喽，我要上去喽。好喽。来了，最后一个部分准备来了。他很适合做美食节目哈，真的。好吃。哦，快来了，生嘞！这有一种金沙塔的感觉。好漂亮！那姑姑，你不是说你不会做，你只会当主持人吗？剪掉哦。跟他都超学时间哦，我爸很坚持，就听完用冲的硬哎。而且你的几道功夫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热天的冰镇，摸冰镇机的面条会烂哦。等一下搅拌的时间才会 Q 进哦。
你说再加一点。我觉得没黄色、红色没有很多，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可不可以放一点酱油啊？好，可以了，可以了。因为婷姐，你这个不足啊，他们还是丢掉嘛。OK。有，我们有酱油。因为这样颜色真的比较好。妈妈，你是不是一直加什么东西呢？没有，没事。你相信我们好不好？尊重一下。什么青椒跟红椒变主角了？怎么会呢？你们看到我一看主角就是这个虾仁，这个干贝啊，因为你这样加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会有口感。你吃鸭跟烤色，鸭跟烤色，两个都好吃啊。烤色当主持人，毫不犹豫耶。第下也得阿公阿婆啊，也得会好色也得吹嘛。唔对哦，吃看下就抵着嘛。可是我们有用心做嘛，有当用心做对不对？有。好，刚才牛会发，你就来吃饭喽。好，我的散步差不多了哦。好，要来现在种盘呢。那个炒面没差不多了。哇，你要炒扇贝、炒扇线，而且我跟你讲哦，你要冲几架自主去火斗一架哦。就是，哎，我刚刚那一朵呢被收走了。什么一朵？没关系，我自备。哎，把量没有点进。好，我两位吼散步差不多好嘞，妈妈你沙拉嘞，好嘞，好嘞，爸爸你炒面嘞。哎，我差不多了，我要落去装起来装盘了，然后该种的秘密武器叠上去就到得嘞。做焖牛系吗？嘿，画龙点睛，好，沙沙球来送材料。好，排泄盆太细家真都按旧诶，也还有吃到咬到肚子变笨了嘛。刚才你会把全部会是呛住我们的唇了，好吗？还有，晓得不？刚才你可以。真含旧哦，好好吃哦。品尝看啊哈，这个炒面变得好好吃哎，炒面好好吃啊。假的。哇，炒面谁做的？站起来接受大家掌声一下。来，炒面负责的。睇下攞嚟試試下有嘅鹹脆乾炒肉。哦，去聽去聽。好什麼？好水吧嘅主事者 Kira。就差一碗飯。差一碗飯。好，亞島畢業呢？我嘅想象吼，已經留幾碗糖全部淋嗆嗆，我不知道怎麼那麼快。有嘅酸頭嘅糖是我嫂嫂說一定要本太家補一下誒。有條料理啊，然後你平常時食得出米是有拉米哦。在。你嗎？不是。我這邊被誇獎了。怎麼了？剛剛有位姐姐說，我剛剛沒聽清楚。他說你這麼年輕，你怎麼那麼會講？哦，不是說帥的部分哦。哦，那不用 Q 了，那不用。那你今天覺得哪一道菜最好吃？這道菜最好，有面，有紅蟳，有這個干貝。有點炒麵呢，張爸爸。紅蟳肉再多一點更好吃。哦。啊，台咖起了嘞。不喜歡沙拉。沙拉。哦。比例很好哈。沙拉真的很好吃。那個小黃瓜脆脆的。剛才你亞島畢業有特別吃到哪一出菜？他港面嗎？哪一道好吃？每一道都好吃。我們這是什麼？你知道嗎？都吃不出來哪一道不好吃。哇！阿公阿婆，我媽媽煮嘅雞同好食麼？好吃。感謝你的吹票。它是真的很好吃哦。真的很，小孩子絕對不講謊話。這句唔可以講白聊哦。那爸爸供咯哦，非常的台，他跟我講靈魂的嘛，是呼叫符，還有豬油。哎，我老你講哦，我妹出街跟那種乳液哦，都係用豬油的。大家有沒有特別想要誇獎哪一道菜？沙拉吧，啊，魚尾沙拉，魚尾沙拉，每一道菜都好吃。睇個技術先啦，你都已經現在學睇咧，肯會續盤的，我讓人講哦。剛剛太子有講佢發動中藥啊，而家講嘛，佢講擺本太下湯。當時唔見你煮的本來就是我大白是煮過年些。天啦！玻璃的煮給我們。大白人家都做按摩哈，煮本人你食，大包的你來煮，他還知道後生法，看你擺過來好唔好？我做得好，好辛苦的哦，按自生意的，干用
田讲的哈。安尼拜过来了咯，安尼拜过本来本业就抢哈。哦，先锋抬杠。 今日呢，真嘅係辛苦太起家嘅，而且你风吹到南吹哦，真嘅表现都清好，分享一个种。合作的天衣无缝，今天。而且呢，对于博谦跟我来说也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哈，今天动感同啦，因为动小安用出下回去后，汉走在老夫抗跟穷哈。对，我们就来听听家人的感想，好不好？爸爸，你在我们现场的是最资深的，你几参加下来感想用板老太太讲一下。 动态一个感通就讲，能叫老一个沙期的老人家，吼，摄出了，大家穷下来安尼聚餐，吼，过也我相信哎呀，客家电视台呀一家之主呀个节目啊，吼，那咪不用出去我相信全省各地的一个关怀据点，吼，一定要当到人的形象，啊，一个节目我引来嘅。 一路长虹啊！哈，活成爸爸吉耶。爸爸哦，一直希望讲呢，你就拓展你发展的方向啦。哎呀，把这个 TPA 计划变成一种常态计划。加油！那你来做我们的志工。好，真的。没问题。真的。你说还有许多 MLD 好，我一定去参加。那你就当我的助手。小香，你一定要拜来参加。 新的感想很勇敢，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蛮好玩的。做很久。他讲的很真。所以其实你看，姑姑工作很辛苦哈。可是做很久有带电吗？有。其实东西哈，清真实啊，一个后事就会后事啊。姑说你刚刚有带兵喽，你们2个祖孙党要跟他的做一家子做为职工哦。没问题。 招兵买马成功。这次嫂嫂人真的也是，我一邀请到他就是停课，然后我哥哥又停课，全部停课，鬼不开眼用他了。成本很高呢。对呀，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一起吃饭，大家都充满了笑容，这样就很有幸福感。这就是大家身体健康的来源。然后呢，正经照顾也就斯坦人的亲友型。所以今日对阿嫂来讲哈，就是把平常的事情拿到节目上来走听听。但是累100倍这样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平常只要跳舞就好，今天还要一直煮。但是跟翔翔的回忆也是很难得。对啦，今天跟大家一起觉得很棒。哇，其实聊这节目要感谢制作单位啊，因为上海我罗太体接把要动地区来主持的节目是第一次上哥哥的节目。没错。 他有一间公司，然后他把所有员工放着，就为了来支持我。值得，精神可嘉。在家里面地位他确实比较高，他也比你高啊。今天是很开心，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同样的把无论多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放一边，然后一起来参与全家可以一起举办的活动这样子。哇！我也觉得我很棒。爸爸。 今天算是提300，然后一起尬自300，对不对？你真的是可以算是最常来的来宾之一了。就这么。哎呀，今天有买特别嘅感想吗？哦，提日白全部日家人向下去卖菜，向下去煮饭，借着日家自主的活动，这么好的企划案，哇，我觉得非常的棒，谢谢制作单位。 而且这也算是跟妈妈一起很特别的一个回忆。虽然妈妈没提300，来都是尬自主，你也但这一次应该是最特别。你们不都是用吹来吗？上次不同位吗？其实煮饭啊、买菜煮饭是件小事，可是就是在这些小事之间，在这个饮食谈话之间，就联系了双方的感情，拉近了大家的距离。那我觉得今天制作单位设计这个很成功。 今天一天下来收获很大。哎，看得出来哈，内面冲这就会让工比赛的那种常胜军。江妈妈，虽然阿勇给特别计划的哈，仅仅非常的甜，但是我觉得辛苦还就打得嘞，创造我们所有人家人的回忆。最重要的是，没走在鼓励所有嘅斯坦人，我带到沃卡天天在夯出来，跟我们社区一起共餐，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接触不一样的文化，可以吃到不一样的美食。我错，一定要喊出来哦，爸爸一定要走出来哦。走对了，爸爸哦，他们超长的，我都常看不到他们。好啦，故错一家之主 TPA 计划，你对阿道比的就算
圆满成功恭喜大家，上来了。